咱来做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创造这个宇宙，总是人的罪来到来到这个世间，除了有凶杀，总是主你逐摆伫即款贪惊的代志后面，你伸手，你改正历史。阮即几礼拜听到真侪贪惊的消息，总是阮相信主你咧吹潮历史。求你通过阮今仔日所分享你的信息、你的话，互阮搁一摆深信你是历史的主宰，互阮倚靠你。毋通阮每一个人的生命，阮的世界，相信你的旨意要伫正。祈祷奉耶稣的名，阿免。咱今仔日有读迄个创世记第4章25到26节，伫遐讲该阮杀死伊的小弟亚伯了后，夏娃佫生一个囡仔，伊的名做撒狄。咱若莫读这10圣经吼，你敢知影阿当有佫另外一个囝？我的意思是，咱逐个拢知影该阮甲阿伯，即两个真出名。迄个第4章吼，规章拢在讲即两个兄弟的代志，讲另外一个囝，敢若2节尔，2节佫毋是拢关于伊的代志，佫有讲到伊的囝的代志。所以，我伫遮，我今仔日题目个阿当的另外一个囝。咱普通吼，咱普通讲另外吼，大概是咧讲较无人注意到的，较无名的。赛狄，拄就是安尼。阿当夏娃，咱逐个拢知；该阮阿伯，咱逐个嘛拢知。赛狄真少人知，有人根本就毋知影阿当还佫有另外一个囝。我相信关于阿当夏娃，也是该阮阿伯的讲道，恁逐个听真济啊。赛狄真少人讲。我今仔日要甲咱分享，我对赛狄即另外一个囝，咱会当得到甚物款的价值？咱来三甲分享一下。头先赛狄无出名吼，互咱知影一般的人拢捌迄个上好甲上歹，遐普通的人无人会去注意。有人根本就毋捌伊。有一点仔圣经常识的人拢知影，该阮即个人，伫即个充满暴力的世界，该阮可能是一寡人的英雄人物。伊若有啥物无爽快、无合意的代志的时，伊用武力解决，就是杀死人伊嘛敢。因为最近有听到真侪枪杀的代志，一摆入去杀足侪人，遮有诶根本就无熟悉的人，嘛无冤无仇的人，因着咱杀，该阮杀伊的小弟，伊有原因啦，伊起怨妒，因为怨妒会互人想要杀人，就是毋捌伊的人嘛要杀。该阮是一个真邪恶的人，伊杀伊的小弟，毋是为着有啥物物质上的欠缺，完全是出自怨妒，怨妒引起杀人。对遮咱会当看见伊的邪恶。我咧想讲，迄阵若有电视吼，该阮大概会上电视啊。相反。有一点仔圣经常识的人，拢知影阿伯即个人。阿伯即个好人，好甲去互人杀。圣经讲，上主爱阿伯甲伊的礼物，毋过无介意该阮的礼物。一个是
各样的，一个是做实的、做田的。有真侪人用这两个兄弟的关系，伫遐说明讲，这就是游牧民族甲农族的民族的中间的紧张关系。其实无影遐尔复杂啦，无影遐尔复杂。因为上帝有甲该阮讲，你若是行为正直，兼毋是会得到接纳。问题是伫献祭的人，毋是献祭的物件。阿伯，互人的印象是伊是一个好人，好甲互伊的兄弟怨妒。创是真少人会记得阿当有个另外一个囝做赛德，伊是另外一个，伊无杀人，嘛无互人杀，伊的一生过了真平凡。创世纪的作者，我拄仔讲第4章，规章拢在讲阿伯甲阿该阮的代志，讲杀德敢若2节尔。圣经内底规本圣经嘛是直接讲伊的代志，讲2节尔。啊，赛德伫世间有啥物成就？唯一的成就，创世纪的作者写讲，伊阁生一个囝，啊，伊的名，伊的囝叫阿当的孙，叫做以拿士。伊唯一伫即个世间的贡献是。甲阿当生一个孙，安尼尔。总是伊的出世，对伊的父母是非常要紧的代志。伊出世的是伊的老母夏娃讲，上帝阁赐我一个囝来代替互该阮胎死的阿伯。夏娃犯罪了后，上帝讲伊。上帝应允伊的后代要打破蛇的头，要征服魔鬼。阿伯已经死，该阮到处去流浪。赛德是因唯一的恩人。第二项，赛德的平凡，互咱看见咱家己的平凡。我毋知影恁会袂吼，我若咧读小说的时候。咱读起内底无共款的角色，我会定定想讲，若我吼伫即内底遮个人，我可能是上歪倒一个。恁会安尼袂啊？因为伫即个三个兄弟仔中间吼，我想咱大家拢甲赛德上歪。有啦，我捌受气啦，毋过我捌无讲受气甲想要杀人。啊，恁可能袂相信，我有时仔有哪会做好代志呢吼？毋过我毋捌好到有人想要甲我杀，我无遐好啦。所以，若是伫即个故事的中间，我想咱大半人拢是甲赛德同款。咱活伫即个世间，咱拢有需要一个合理性的进取心，英语叫做 legitimate ambition。一个无 ambition， 咱英语拢甲咱教讲是野心，其实毋是干那野心，进取心嘛是。野心敢若意思真歹，迄 ambition 无一定是歹意思啊。咱伫世间应该有迄个合理性的进取心，照咱个人的环境、咱的才能、咱的机会、边仔的条件，咱爱求进步。咱来追求成就，总是咱毋通有迄落吼，严家想要对方飞迄款心情。严家甲风真共款哦，严家毋是风啦，风会飞，严家飞袂起来。毋过就是有一寡人哦，伊就是要追求，明明着严家就要做风，啊为着安尼吼，因安尼有迄个有想要去达成迄种。无法度，无可能达成的野心。啊，为着安尼吼，啥物 depression， 啥物拢拄接落来。咱爱有一个对
咱的条件，咱会当达成的，咱伫遐拍拼。譬如讲，世界学鼻仔的人足侪，会晓字经的人足侪哦。总是你真正想会出来，讲到更兴家，你会想会出来几个？无几个啦。啊是讲世界有真侪啦，这世间伫大学内底教地学的人真侪啦。我若甲你问讲，你想得出来地学教几个？我想嘛是无几个啦。啊，学鼻仔哦，啊读地学，啊无法度通做更兴家，无法度通做地学家，拢无人捌你的人。啊，你要逐日用目屎准饭食了，无需要安尼呢。阮做牧师嘛是安尼呢。你知影，阮做牧师吼，即台湾教会有迄落，遮嘛是有啦，有退休了有迄个什物名誉牧师咯，名誉长老咯。我若看到这，我实在感觉讲，哈喽，大家是伫安怎？阮嘛想要做名牧呢。讲到张信的，逐个拢捌你，我是偌欢喜的呢。因为有时啊，咱家己无迄落才调，啊嘛无需要安尼。啊，为着要补即款的欠缺吼，补即款的吼，你敢知影？足侪人印面皮，将伊所有的伊的学历、啥物经历拢印落。我捌接到一个台湾来的朋友吼，摕伊的名片我，迄名片2页，你知影无？头一页吼是印伊所有的迄个，我甲讲啊你头一页找无所在通印你的名了。规个人写伊倒遐咧台，啊伊的名安尼3字伫后壁迄页，迄个敢有需要安尼？散底出世、结婚、生囝、死，我想咱的生来差不多是安尼。我安尼讲，毋是讲咱的生来无意思，我确定会讲较清楚。真变幻啊！咱的生活来拢是真变，大概拢真变幻。问题是咱对咱的变幻的生命，咱是毋是感觉未满足？若用较正面来讲，我较爱讲的是讲，咱着对咱家己生活的样式，英语叫做 sample of life。sample 是建本啊。你的生活方式真特别，你知影？咱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拢无共款，咱的 sample 拢无共款。咱爱对咱家己生命的 sample 有信心啦。伫即个广告遮尔发达的世界的时代吼，真济物件直甲咱推销，直叫咱着爱买这，着爱买迄。啊，咱有时啊感觉咱敢若对人袂着，人别人直直买，咱家己拢无。啊，感觉我的生活方式甲人袂比得。其实毋是安尼啦。我相信咱爱对咱家己的生活的样式较有信心。我摕到一个故事吼，足趣味的，就是讲有一个人叫做 Harry， 伊去 vacation， 去 Atlantic City 去 vacation， 啊，伊 vacation 转来了足快乐，伫路诶咧行，啊，拄着一个朋友讲啊，你去倒去佚佗？哦，我去 Atlantic City。哦，你去 Atlantic City 哦？你敢有去遐一间鱼仔店吼 ？Fish and chips 足好食，叫做 Charlie's Fish House。你敢有去？Harry 讲无咧，我无去。朋友讲哦，啊，你去到 Atlantic City， 你哪会无去食迄 Fish and chips？ 足无彩的，无彩你咧去。啊，佫行，佫拄着另外一个，啊，你去 Atlantic City。啊！你有去 outlet 买物件无？迄 outlet 足侪物件咧，你有去无？伊讲无咧，我无去。啊！你去 Atlantic City， 你无去 outlet 啊？啊！你是去遐创啥啦？还佫行，佫拄着一个朋友，我讲你去 Atlantic City， 啊！
啊，你有坐一只脚踏车去徛喺海边仔个路？海里讲无咧。啊，海边仔遐水个路，啊，你无去徛车看去看风景哦？啊，伊毋知要安怎用。搁咧拄着人，搁拄着一个朋友，甲我讲：“Harry， 啊，你去倒？”伊讲：“我倒也都无去，我啥物代志都无做。”咧蕊对伊家己的 vacation， 伊无信心咧。我有一个人是安尼哦。这啊，咱爱对咱家己生活的样式有一点仔信心。第三项我要讲的是吼，赛德的迄个边缘，是要提醒咱，要互咱知影边缘的人，伫上帝创造拯救的计划中间，是占偌尼要紧的地位。我有创一个 PowerPoint 吼，是迄个旧约圣经内底吼，恁可能毋捌去注意到这啊。伫创世纪第5章第1节到32节，遐有一个族谱，族谱是对亚当到拿亚，啊，过来历代志录上悬第1章第1节到26节，是对亚当到亚伯拉罕，这是两个旧约内底真要紧的族谱。这个族谱内底吼，我直接要讲的是，族谱是吼咱对第三个我放伫遐，咱拢较熟啦。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咱拢知影嘛吼。伫这个族谱内底吼，亚当生毋是该隐吼，亚当生赛德。伫即个圣经的族谱内底，若要照普通人写吼。应该会写亚当会过来大囝该隐啊，应该是该隐的。无，你去看即两个旧约的族谱，亚当过落来是赛德，过来以拿书就是第一个吼写了较长较清楚，第二个就是干那名啦，因为32节才讲到拿亚啦，26节对。亚伯拉罕讲到对亚当讲到亚伯拉罕是搁较下骹。即两个族谱吼，伫旧约圣经内底的两个族谱对亚当开始。第二个亚当的下骹是赛德，毋是该隐。这是圣经对即个真无出名，咱亚当的另外一个囝看做遐尼要紧。我有搁摕马太第1章，咱常常咧读耶稣的族谱，对亚伯拉罕到耶稣。因为你若将即三个族谱甲放做伙的时候，赛德的位是真要紧的。伫上帝拯救世间，对创造天地开始，到甲耶稣出世，赛德若无伫遐吼。迄就敢若迄个链仔去互断一条去啊！你知影？伫向西后壁，伫向西以后，上帝互一个平凡的赛德出世。迄个赛德偌要紧，迄个赛德是迄个钱真要紧的一款。你敢无感觉上帝咧做代志，哪亲像拢用即个方法？伫真通囝会向善了后，伊安排新的局势。伊不是伊经一个真爱真后出怨言，啊，佫定定去拜偶像的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做伊的选民。旧约遐个先知嘛，毋是一偌优秀人，已经买做，毋是王宫，互伊个囝出世。
伊用12计，毋是用王位，互伊个囝伫世间诶救赎诶工作诶最高峰是一支12计。耶稣迄学生咧，耶稣迄初代教会诶领袖咧，逐个拢毋是真杰出诶人，拢是真普通诶人。上帝用真平凡诶人成就无平凡诶代志。历史上吼，真侪真要紧诶物件，真要紧诶代志，有价值诶代志，拢毋是伫历史课本看会到诶。家庭生活，真正出伫疼心，父母诶牺牲，老师诶吞忍，培养囡仔遮诶真水诶代志，拢总无伫历史课本诶顶面。总是若无遮诶代志，人类才有啥物历史？我捌读到一个囡仔，伊头壳真好，伊诶父母爱伊做医生，啊伊讲伊要去做老师，伊诶父母甲讲，啊你头壳遮尔好，你哪会去做医生？你哪会啊？伊讲我着要做老师，是安怎你要做老师？你知影即个囡仔安怎样无？若无老师，才有医生，有影呢？若无老师，才有医生。毋通看轻咱家己，伫你上帝交代你诶。恁会记得迄个有一个漫画，Charlie Brown 迄个漫画，迄画漫画迄个人吼，迄个做Charles Schulz 吼。Charles Schulz 我有写一篇文章，我印象非常深。伊写迄个 Peanut 甲 Charlie Brown， 即摆已经过身去啊啦。伊写迄个文章是讲吼，伊问过来个问题啦。伊讲你会记得遮个人无？头一条，倒一年的世界小姐，你会记个名袂？倒一年的迄个 football 的冠军，倒一队你会记个袂？啊，倒一年啥人摕着 Nobel 的奖，你会记个袂？迄个结论是大半拢无人会记得啦。实在讲啦。我有一个时阵足爱看迄个网球 tennis 哦，我若迄决赛我安尼看甲拢毋困，你知影？你若甲我问旧年啥人摕着，我嘛袂记得。超秀就搁问一个问题，讲伫你读册中间，对你第一有影响的老师的名，你会记得袂？会啦，会记得啦，莫袂记得。伫你真困难的时，帮助你的人，你会记得袂？无论偌早以前的代志，你会记得袂？会来会记得。伫你失志的时，甲你鼓励的人，你会记得袂？有影，你嘛是会记得。无论偌久，你拢会记得。超秀是讲，是安怎你会记得遮后面遮个人，你袂记得头前遐个人？因为遮个人对你有关心，有疼心伫你的心上，所以你会记得因，这有影。所以讲吼，你若要互人会记得你吼，把握机会，帮助人、鼓励人，人会记得你。伊无讲啦，毋过我即个头壳爱黑白想，我嘛爱想倒转来吼。有时啊嘛，我拄有讲吼。人拢会记得着上好诶，甲上歹诶啦。我拄仔讲诶，迄是好人，恁拢会记得；会歹人，咱嘛会记得呢。你若要互人会记得你偌歹吼，你安怎会使去做歹呢？遐个开枪杀死人遐个人吼，咱大概袂记。我顶礼拜有讲，即款伫敬拜所在欠杀诶代志足济，咱大概拢袂记，因为甲咱毋是真无密切诶关系。2、3礼拜前伫尔湾发生迄样代志，咱拢会记得。迄个凶手的名，我相信你嘛会记真久。做歹代志，安怎互人会记得啊？会记得有影啦。总是认为，咱敢真正着爱遐几类，像该稳着爱杀死因小弟，才人家拢记得。
我拄仔讲，上帝用真平凡的人，伫完成大代志。咱普通人，咱拢安怎？咱拢要找明星，咱拢要找迄款安尼咱崇拜人，哦。遮个政治家选举的时，拢讲因外迄外交拄外好，电政治明星，中文有一句话做救星，咧类星袂救人，恁敢知影？世间无迄落救人的星呢，是人才会救人，上帝才会救人呢，毋是星呢。毋过咱拢总伫找星，咱拢伫找明星。上帝真趣味，伊用真平凡的人去完成无平凡的代志。当说是啥物人？我无法度甲恁讲一个名，说是啥物人，我袂晓讲。总是我用我拄仔所讲的，我大概小可描写说是啥物款人。迄旧的圣经敢若互出一字线的尔，我敢若较惯时啊，嘛较好讲。伊即马改做新约的圣经做赛德，袂要紧啦。赛德是啥物人？赛德是吼，伊是一个伫任何真济人的场面的中间吼，无啥人会去注意着伊啦。若有啥物代志吼，嘛真少人会去问伊的意见。伊吼看新闻、读新闻，伊毋捌制作新闻。伊照时间应该缴的纳的账单，伊拢照时间去纳。伊的生活真单纯，一礼拜5日上班，转来暗时大概拢伫厝里，甲囡仔做伙，甲夫人人斗阵，是一个好老爸，一个好的丈夫。赛德有可能住伫恁兜的隔壁，赛德有可能住伫恁厝内，甲你共大厝内，住共厝内。伊真少讲话，总是伊不时面有笑容，拄着人会小少问。伊有可能甲你上教会呢？伊温群参加聚会，伊无法度通用真深的理论来讲，这黄色的物件、色情的物件是真歹的，伊袂晓说明。总是知影，你若甲讲迄号做艺术，伊会讲世间无即落代志。赛德真少坐计程车，伊毋捌真深的经济理论，总是照时间将伊的薪水寄入去厝内，互厝内拢总有通用。伊无常常去高级的餐厅，因为去遐伊毋知影要安怎点菜。伊宁可若有钱，招伊的囡仔甲伊的家庭去做伙食牛肉面，也是去公园 picnic。伊用的物件，伊的衫拢毋是名牌，总是若有人有需要帮衬，伊拢会欢喜帮衬因。赛德是啥物人？例如你我。咱讲有可能通做赛德，无啥物物质上的欲望，总是有欢喜，有 joy 欢喜。亲像即款人吼，是社会的调节。伊过身的时候，真少人会去注意着。总是伫天的迄边吼，遐天使甲天君看到伊来啊，因会讲
天国是即款人的。咱来上个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对赛德亚当的另外一个囝，互阮看出你的伟大的所在。对真平凡的人，你动用因，互因完成你救世的事工。对赛德，阮学习真济。恳求你，互阮知影，阮是你所疼的，阮是你用你的囝的宝血赎回的，阮伫你的面前是真宝贝的囝儿，互阮无欣赏别人因所得过的生活，互阮会用感谢的心，伫你交代阮的所在，伫你赏赐阮的条件的内面，互阮成出一个真平凡，总是属于你的囝儿。求你帮助我每一个人，也帮助阮的教会。毋是真大间，人无真济，总是主阮伫遮欢喜服侍你。求你通过阮，互你的旨意行伫阮的中间。感谢你，互阮有即个机会，通分享即个要紧的事情。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